今年日，你为着台湾来准备宣教师耶鲁福音的政治，互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伫各所在播扬救主拯救的好消息。特别上帝，愿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遮尔大的恩典。总是阮有极大的使命，需要甲拯救的好消息甲人相甲分享。特别上帝，愿你赐福阮，搁一摆通过你的话来成就阮的帮赞。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天父上帝极大的恩典，带领少年教会对1913年伫这个所在牛埔仔所设立牛埔庄讲义所开始，到伫今仔日已经将近1世纪。这个过程，咱少年宣教师用因的性命耶稣基督的政治，但今仔日已经开花大长，结实侪侪，互耶稣基督的信仰会当代代传承到伫今仔日。咱若回顾少年教会对创设到伫今仔日，有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伫整个环境的变迁的中间，还阁有日本统治50年。总是伫这个过程内底，上帝通过教会历代才信仰的先辈、牧长兄弟姊妹，因坚持信仰，同心协力宣扬救主的福音。互今仔日少年教会无违背对天顶来的意向，犹原少年人充满热情，充满积极欢喜，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伫明年这个时阵，就是少年教会设教100周年庆。我真期待咱中间每一个少年人，拢会当成做历史的见证人。伫港岛线，伫100周年设教筹备小组总召集人林杰的长老会详细来报告，就是咱伫筹备少年教会100周年庆的中间详细的遮个代志，请咱做伙来关心、带导甲奉献。英国一位真出名的历史学家，叫做汤恩比教授，伊讲安尼一句话讲：一个人即使毋知过去历史，就毋知影家己的未来要往倒落去。咱若用搁较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讲过去历史影响着我，总是我即马也要影响未来的历史。今日咱的存在，毋是偶然的，是通过过去才会做信仰的先辈热心传主的福音予咱。但咱要承接这个要紧的德行，就是爱继续留落水历史的脚迹。今咱所读的圣经罗马书，是伫所有保罗的批信内底，将基督教信仰上核心的所在，就是因信称义，解说了上清楚的一本册。保罗伫这个批信内底，毋是讲人因为律法来称作义，也毋是人因为行为、因为做功德来称作义，是单单因为咱信靠耶稣基督。也毋是只有咱信耶稣基督，上帝就称作咱义人，是因为咱信耶稣，伫上帝看在耶稣基督的内面，咱会当成做一个互上帝学乐的人。咱会当伫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5节，咱会当看见保罗伫这个中间咧强调人的罪亏欠上帝应当，总是因为上帝恩典，
伫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互咱白白称做去。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上帝的义。也就是讲，当一个人会当相信耶稣基督，佮认罪悔改，心内相信，嘴承认的时阵，人就会当称做义。就是伫罗马书第10章第9节甲第10节，就是今日咱所读的圣经第10章第15节。保罗直接讲，报传福音，传欢喜的好消息，因的脚脚水到怎样？这段圣经节是保罗运用伫旧约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的这段圣经。安尼表明讲，保罗伫写罗马书的时阵，的确有看见旧约大先知以赛亚的册。这段圣经安尼写，讲迄个报佳音、传平安、报好的消息、传救恩的啊，这个人的脚脚上山顶河顶的水。保罗就运用这段圣经，甲伊归纳成做2项，就是报福音。传欢喜的好消息的人，因的脚脚水到怎样？就是讲，人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佮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有奉差遣，有人受差遣出去，有侪宣教师受差遣，然后传播拯救的好消息，互人听到，会当明白，会当了解，明白上帝话。也欢喜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过程就是有人传，有人受奉差，有人听见，才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现在伫姊妹今日咱伫这个所在参加做礼拜，咱正做基督徒，的确毋是偶然的，是因为伫咱的生命的过程内底，有人将耶稣的福音传予咱，有真侪人咧关心咱，互咱会当有机会。来认捌这个救赎拯救的好消息，总是咱毋若停留伫这个所在，咱就亲像圣经讲，咱就爱正做受差遣的人。换句话来讲，在座咱兄弟姊妹，咱拢是宣教师，咱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宣教师，咱要将耶稣的好消息来传播出去，互人听见，因为有听见，人才会当相信。要通过这段圣经来回顾咱北台湾的历史的中间，检查咱珍惜这宣教师的故事。头一个，咱要看见就是保罗的一生，伊流落水的脚脚。耶稣基督福音通过上帝囝耶稣基督，大圣就安尼讲：上帝国君啊！恁着悔改信福音，伫圣经四福音来讲起耶稣基督一生的脚脚，然后到伫保罗，保罗通讲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毋是耶稣基督所竞选这12个使徒。保罗是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照圣经记载，伊是伫当时的学者、律法的学者加玛列。在这个律法的中间来受教育，换句来讲，就是今仔日的代代法律系的学生，受到真出名的法律的专家的教授来指导学者。那呢，伊佫是一个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一个这么有学识、这么好的背景的保罗，过去是迫害教会、掠基督徒。总是有一日，伫大马色的路上，互耶稣基督的光来光照，互伊的生命来改变，就欢喜用伊的一生来传扬救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现在伫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敢是共款，甲保罗共款，毋知伫什么时阵，咱认捌耶稣基督，总是因为时间的经过，咱的热心就渐渐冷去。
咱搁一摆通过保罗一生伊的热情，搁一摆点倒伫咱的中间，互咱无因为少年教会伫99年成做一间老的教会，咱应该是成做一个少年有活力的教会。保罗伊得到圣神的引带，对耶路撒冷到伫安提阿，就是今仔日叙利亚这个所在，到伫土耳其，到伫希腊，到伫罗马，伫3摆传道旅行的中间，将耶稣基督福音来传开，互一个人来认捌遮尔好的宝贝的好消息。保罗毋但是教传福音，伊阁真教写作。咱会当对伫新约27本的圣经内底，有超过一半以上是保罗所写的批信。保罗形容伊家己的一生，就是伫腓立比书第3章14节讲：我是按照所插的标来跑走，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毋然呢，保罗讲我的一生无违背对天顶来的意向。换句来讲，就是伊认捌耶稣基督迄一天了后，伊的生命到伫伊结束伊的生命，拢充满热情。我感觉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真需要这种的热情伫咱的中间。耶稣基督福音遮尔水，遮尔好，总是咱实使欠过迄个热情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无有人通听见。现咱对保罗的书信内底，会当互咱得到感动。伊为主耶稣基督受苦，伊为主的性命来牺牲，但是咱来效法保罗的一生。咱每一届来看保罗的批信，就过一摆伫迄个所在受感动。第二个，咱要对北台湾的所在来看见咱大人真熟悉的马街的一生，流落水的脚印。有可能咱拢已经真熟，但是熟无代表咱有甲马街同款的行动，因为知影是一回事，做阁是一回事。所以，我望咱重新来点到咱伫99年的时阵，咱的热情。1872年3月初9，马街28岁，对加拿大坐船啊，坐足久的来到伫台湾这个所在。特别到伫淡水的时阵，伊落船的头一句话，伊就安尼讲：这个所在真水。我知影，上帝已经引带我来到迄个宣教的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因为这个所在毋捌有人传过福音，我感谢主，我的心真欢喜，我的心真激动。这就是伫马街伊伫福摩萨的回忆录内底所写的这一句话。马街效法保罗。迄种宣教的热情，就福音传到伫毋捌有人听见福音的所在。马街一生30年，58岁过身，将一生的青春奉献伫台湾的所在。马街是毋是外国人，伊是咱台湾人。有真侪人来到台湾30年、50年，还阁袂晓讲台湾话。马街来台湾4天，伊就会当讲到啊。有几样事，互咱来三甲来学习。头一个就是伊有真强烈信仰的热诚，甲伟大的开拓教会。咱知伫当时台湾的环境毋是真好，佫真侪人拜妈祖、拜土地公，伫遮尔困难的环境内底，马街敢若一个人，伫30年的中间。开设60间的教会，引带3000个人来信耶稣。
即阵若毋是有一个真强烈、迄种的热情来倚靠上帝，面对真济困难，伊早都灵心倒退转去啊！伫马街团契内底有一摆传福音到伫艋舺的所在，艋舺迄个当时的台湾人毋捌看到即个外国人，即个阿斗啊，佫流喙手，伊讲的，大人拢听无。有一个做事人就用屎来泼伫马街的身躯，马街并无生气，讲我听兄弟啊，你泼屎伫我的身躯，拢无路用，你著爱甲即个屎去种菜、压肥、菜迄大丛。第二项，马街重视伫医疗的宣教。马街毋是医生啊，来到伫台湾，看见咱的环境卫生无好，就开始挽喙齿。伫伊个传记内底记录讲，伊挽21000起。咱中间毋知有做齿科医生的无？咱一世人毋知有挽遮尔济喙齿无？啊，检测迄个时阵爱挽喙齿，即摆毋免挽喙齿啊。就是伊伫迄个所在，毋是医生，伊是牧师，总是伊看到需要人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伊伫迄个中间就扮演医生的角色，来成立该医馆到伫今仔日的马街病院。伊重视医疗的传导，全人的医治，就是身躯、心灵的医治。第三个就是伊是开明先进的教育理念。伫当时的台湾，上水的小姐毋是咱在座每一个，是白卡。咱知影伫即个清朝统治的中间，查某囡仔上水就是爱白卡，啊白卡的时阵，才是代表伊的水。毋然呢，做一个查某囡仔，伊无机会通好读册，因为查某囡仔15、16岁就要嫁人啊，要读啥物册？所以伫迄种台湾早前100几年的时阵。马街会当互女性读册，甲男性共款做伙来读册，来认捌才会知识，认捌信仰。第四个就是伊伫遐设立新学院，伊认为马街伊感觉伊的性命真有限，伊的确伫台湾爱栽培台湾的宣教师，就是今仔日才会牧师中集伫即个所在。来传承继续福音的时间，伊伫迄个所在就开始。当时的教育毋是今仔日咱伫教室内底上课，伊是伫野外的所在，对伫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伫遐来认捌上帝伟大的创造。最后一项，真侪人拢无提到，就是马街是一个真后推广农业。甲自然生态的水，伫所写《福尔摩沙记事》《马街回忆录》这本册内底，有记载讲马街来到伫台湾的时阵，伊就是甲伫国外、加拿大即个农业的物件，菜色五国摕来到伫台湾，今咱咧食的芹菜、人就是红萝卜啊。咱即摆若食到红萝卜，毋好想到即个兔啊、兔子啊。咱若食到红萝卜，就想到马街，伊将即个国外的产品带来到伫台湾，包括菜头，包括토마토，包括面豆等等这物件，伊从国外就引进来到伫台湾即个所在。今年是马街来台140年，新学院学校所有拢咧庆祝。除了庆祝以外，上重要的，互咱体会宣教士的血就是教会政治。伊留落真水的脚迹，迄种的热情，拄着困难无累志，迄种的热情，是互咱今仔日正做基督徒通学习的所在。第三个，咱要三角来分享，就是吴威廉牧师水的脚迹。北台湾的宣教历史，除了马街以外，上重要的一位，就是吴威廉牧师。吴威廉牧师，伊本身是一个有建筑师的资格，
也是一个牧师，是一个神学家。伊来到伫台湾的时阵，线接马街的工作。伊认为教会起造，毋那是硬体起了真水。咱的教会最近要创个更较水，用花岗石来做。伊讲这是教会硬体，教会过一个就是软体，就是组织甲团队的服侍，将民主大义的制度传到伫咱的中间。啥物叫做民主大义？就是今仔日咱会当选出立法委员，会当选出总统，咱会当通过伫教会内底，会当选出中级三甲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同工来服侍。我们使用20-30年的时间来教育当时的教会，讲这个教会毋是马家的教会，毋是吴牧师的我的教会，是咱台湾人的教会。所以咱都爱自立，咱都爱家己打拼，互这间教会会当继续成长。吴牧师对双连的影响，就是伫双连这个所在，当时是牛埔甲双连比。有一个真远见的眼光，认为伫北台湾的宣教的所在，毋是伫淡水，爱刷来到伫台北市中心这个所在。当时台湾上出名、上闹热，都是大稻埕，都是迪化街这个所在。但是渐渐，迄个位置就迁徙来到伫今仔日中山北路遮，今仔日已经刷到伫东区。吴牧师认为，来到伫这个所在，会当将马街病院的土地一直买到伫圆山迄个所在，就是中山北路两边的土地拢甲买起来，来做宣教的路径。无打算伫伊计划这个代志的时阵，迄年拄拄着大风台、大水灾，中山北路遮拢淹大水。当时的教师会，毋是教师，是教士。士兵的士，教师会，就对吴牧师有真侪指责，甚至否决伊的这种的决定。讲你这个想法毋对啦，这只草埔要创啥？咱游园爱淡水遐才好。也因为拄淹大水，所以真侪人袂当理解吴伟人牧师伊的想法、伊的冤结甲意向。毋然呢，佫受指责，伊的心较极痛苦。当然，伊的心内有想讲，那安尼我归去转来无爱踮这个所在。总是伫伊上艰苦的中间，伊的牧师娘Margaret Go，伊就伫迄个中间，伊是音乐专家，就写这个诗歌来帮赞、来安慰吴伟人牧师。咱着三听。毋通累志，咱就继续靠主来得胜。所以伫咱的圣诗，咱的圣诗318首，317首，是咧317首这个所在，就是用双联来写。这个歌词真水，咱会当体会这种的心境。你若欠缺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到你。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助。亲爱的姊妹，当咱特别伫咱的中间，设使咱做中级兄弟姊妹伫教会服侍，先生老累志的所在，咱的中间做太太，爱甲安慰，爱甲鼓励。所以吴牧师娘就是一个真好的例。总是咱做先生的伫教会内底看到真侪姊妹咧服侍，因真辛苦。做先生的嘛爱甲伊疼惜，嘛爱甲伊鼓励。这是互咱一个真好伫相连这种三听的模样留互咱。咱阁一摆对宣教师这种甘心乐意，拄着困难、拄着累志的代志的时阵，伊无伫遐失志、翻倒转、目屎干咧，继续服侍。宣教师明友德牧师伫所写海外建造家中间来讲起吴伟人牧师是一位神学家，伊是一个牧师来牧养当时马街所设立60间的教会，甲3000
几个信徒，那呢，伊也是料理教会经济、教会行政的总经理，那呢，伊阁是有建筑师的文书。真感谢上帝，过去来到伫台湾这宣教师，毋是无读册，因拢是有读册，因拢是博士。总是甲当时咱的祖先无读册中间，伊欢喜屈家谦卑，甲因三甲斗阵做伙，看见咱台湾人的先祖因的需要，伊就伫遐来帮助伊，这互咱留落水的模样。煞接咱要倒转来看双联传承美好信仰的脚迹，咱拢真知，就是。陈启准牧师伫39年前，这栋双联大楼起造好势，伫落成的时阵所讲的话，咱定定咧听。伊讲，这间大楼已经落成，甲银行中华银行来借3000几万的钱，但是甲银行借的钱还未完，但是欠上帝债还未完。这是救灵魂的债，这是传福音的债，咱永远还未完。对答了后，双联教会应该用多元经营的方式，将福音传出去，互万民做主的学生。这是双联人的责任，这也是双联人的使命。已经经过40冬，这句话永远成做咱的提醒。咱袂当满足即卖环境。咱也袂当满足即马遮尔舒适的所在，咱来看见教堂外面还阁有真侪人，要毋捌耶稣基督福音。这就是咱双联教会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陈启准牧师对咱一个真深的提醒。今日的教会意向用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教会，就是代表咱需要出去外口传福音，来召集人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拯救，通过报道、栽培、训练、服侍，互咱的侍奉有效果。所以咱今年咱的教会就是装备侍奉年，将面装备，将面侍奉，互咱的服侍有效果。所以咱永远袂记住，教会存在是为了传福音，引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咱为着这项代志，尽心尽力。第二项就是道步的精神，咱也真熟悉。过去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是兄弟姊妹、青少年团契伫遮拍拼、佚佗啊、佚仪啊。但是今日咱已经互乌巴桑来咧做这个代志。道步的精神就是学习耶稣甲学生洗脚的精神，留落互咱的模样。道步的精神，也就是伫垃圾无清气的所在，有欠缺的所在，咱毋是讲去甲人宣扬，是用包容、用疼痛、用服侍来互伊成做清气、有信心、有愿望。这种就是罗卜服侍的典范。换这个来讲，伫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每一个人袂当营营无代志，叫做因因没代志。每一个双联人，拢会当照家己的温数来找到服侍的所在。我毋知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你拢无参加团契，无参加小组，也无参加诗班，逐项拢无，嘛无教书就学，拢无，敢若来做礼拜，毋知有无？我真歹势，叫恁举手啦。那每一个人照你的温数，你会使一个。你参加服侍、小组、团契、诗班、主日学，你拢会当伫迄个所在服侍。虽然的教会伫1928年成立幼稚园来栽培囡仔，伫2000年成立安养中心来照顾这中辈，就亲像陈启准牧师讲，爱多元的经营，毋但是教会要用各种的方法，就是要将福音来传出去。第三项就是重视团队服侍。伫70年代的时阵，双联教会当时陈启准牧师就邀请考金的牧师、罗水的牧师，伫这个所在成做同工，成做一个教牧的团队服侍。
这也是互咱看见，毋但是教牧的团队，是牧师、中职兄弟姊妹，咱是一个团队，咱伫这个所在来做伙服侍，互相帮衬、互相支援、互相鼓励、互相带导，这是一个团队服侍。因为伫今这个时代，无一个人会当完成所有的代志，真需要咱的同工三甲做伙。第四项就是爱吟诗学乐上帝。少年教会伫早年当家做牧师的时阵，伊就常常伫各所在就带大家吟诗学乐，顺境学乐，逆境学乐，常常吟诗学乐上帝，留落真水的传统。到伫今仔日，咱少年人也同款爱吟诗学乐上帝。每一届咱伫释教纪念日，咱一定爱吟的，就是信徒第一段的工。青翠的圆山骹、枯荣等等遮的，真侪古早遮的诗歌，拢会当激励咱的心。少年教会伫99周年，咱回顾一点一滴伫咱的中间。对照讲，过去历史影响着咱，咱要影响未来历史。咱毋通袂记哩天父上帝伫咱教会历史的中间所成就水甲美妙的作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宣教师以及历代教会牧长兄弟姊妹，因伫这个所在尽心尽力的服侍。就亲像希伯来书第12章讲，亲像这个见证人，亲像云彩围围伫咱的中间。来讲起相连的故事，来讲起这历代信仰的先辈，因怎样伫这个所在服侍，永远留伫咱的心内。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讲，这个家就是上帝永生上帝教会，这个家就是咱相连人的家，是上帝教会，是真理的条石甲基础。咱要伫这个所在定根成长。结实济济，亲爱的姊妹，这个时阵是咱传福音上好的好机会。咱要做伙来回顾，但叫做牧师当时爱吟的这首诗歌《信徒第一段的工》。咱在拍伫这个所在无？拍伫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吟，来回顾相连的历史，一代刷过一代，这个信徒，这个中级兄弟姊妹，怎样伫这热心服侍传福音？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吟2摆。因到第一段的工，看机会比因带来，因带一人无一人，为着着我无坎坷，看机会比因带来，看机会比因带来，那带一人来回来，给咱呀归同世界，只求咱的好机会，只求咱的好机会，为着做工真宝贵，只求是咱的好机会。信徒第一段的工，信徒第一段的工，看机会比因带来，因带一人无一人，为着着我无坎坷，看机会比因带来，因机会比因带来，那一人来一人，给咱呀。
也是咱的好机会。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遮尔大的疼痛，伫阮的生命中留落真水的脚迹，自阮伫你面前来悔改认罪。阮亏欠上帝你的荣光，阮白白占土地，求上帝你，互阮阁有机会，互阮阁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阮阁一摆笑念你对阮的疼，笑念你将遮尔济恩典、恩赐、馈力赏赐互阮，阮都爱把握这个好机会。传福音来引带人，互阮每一个少年人拢会当负起要紧的责任甲使命。这是传教士留互阮水的脚迹，这是陈启准牧师顶过去的牧长留互阮水的脚迹，所以阮永远笑念。特别上帝，阮毋若感动，阮爱带出一个行动。就是阮伫团契小组诗班，伫主日学等等逐所在，阮做伙来服侍你。特别上帝，愿你的圣神感动阮。阮相信少年教会毋单单是1000人，阮还阁要进入2000人到1万人。这需要阮同齐做伙来服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